教育部长陈英耀进前讲过，伫咧今年休乱进前呢，咧编写判断中国威胁，抑个国际情势教材，亲像去年呢，这欧洲议会就捌谴责中国乱解说联合国第2500号决议文，来扭曲着台湾的主权，排斥台湾参与国际行动。那国教院呢，就针对着这款的情形，召集专家学者，抑个教科书的出版业者来开会，建议未来这课本内面的历史上这寡重要的国际决议、合约等等呢，就要用英语的原文来呈现，挺好帮助学生囡仔了解到历史的原貌。去年10月，欧洲议会捌谴责中国不当解说，利用联合国第2500号决议文来排斥台湾参与国际。因受这个议题，就有专家学者建议咱国的教科书要写好清楚。国家教育研究院伫4月10日有招专家学者甲出版社来开会，建议在各中高中的课本内底，即个历史上重要的国际决议、合约等等，应该要呈现英语原文和中文，帮助学生了解历史的原貌。中国一直引用这个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在联合国的代表权，在文件中并未提及中华民国或台湾。如果孩子能看到真实的历史文件，那么再让老师跟学生去进行多元的思辨跟探讨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可以恢复到原貌。若是2500号决议文，也阁有开路宣言，国教院嘛建议课本要加补充后续的旧金山合约，也阁有中日合约等等，完整说明战后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。有历史学者表示肯定，认为课本应当伫历史真相的基础顶悬，让学生对历史有清楚佮完整的脉络，安尼对台湾的历史和咱的国际处境，才会有愈侪思考佮讨论。喺教育立场，就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，所以。大家咱解释无共款，但你总是爱针对重要的历史的史料的内容介绍学生知影。我相信历史的事实，就是徛咧台湾主体性这边。国教院表示，这个会议的内容虽然是建议性质，不过会议中三方都有高度的共识。这届开会来讨论教科书的编辑原则，嘛是希望让学生通学会晓对历史甲资讯的阅读甲判断思考，通对得到社会的脉动，嘛希望未来通减少外界对历史的误解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